我能不能请教一下部长啊？因为我昨天差点在我们青岛二馆引发火警，因为我尝试着去蒸口罩，但我没有电锅，所以我有个气炸锅，我去气炸了一下。好，我现在现场的，请问部长有没有蒸过口罩？我没有蒸过口罩。那我请教现场的在座各位官员，有没有人蒸过口罩的？我可以蒸呀，哈。对，因为那个，所以没有人蒸过哈，没有。因为事实上蒸口罩是唐凤政委他有提过了，好像说这个2月到现在，你看6地苗，他只有用了6片口罩哈，6片口罩，然后就靠着蒸啊什么，这继续到现在。所以蒸口罩这件事情，我们这个王委员说是够用了就不用蒸，但是有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啦啊。媒体记者提的问题哦，是讲说用家里原本的电锅，还是说要买全新的电锅了？那我们建议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在电锅干蒸的时候，因为它里面的内锅壁的温度啊，已经达到165度左右，所以该杀死的细菌应该都死了。那而且里面的气温的话，单独只有干蒸的气温呢，大概有110度左右。所以如果说蒸完口罩以后，其实你如果有疑虑的话，建议你洗一洗。那不然的话，其实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再买，就是再买一个新的电锅了哈。那如果你觉得有安全的疑虑，你想要再买一个，那当然也可以哈。那另外就是口罩的气味太重的话怎么办哈？那有很多人就会讲说，那是不是可以加精油啊、喷酒精啊？那实际上有化学物质的都会破坏我们口罩的不织布的带电哈。那我们就不建议这么做。那如果说味道很重的话，基本上我们等一下这个蒸完之后，基本上它就是味道应该会不见哈。那因为它会口罩的那个味道会比较重，是因为我们的口水还有我们的细菌在里面繁殖的关系。那如果你把它杀死了之后，理论上它的味道就会不见哈。那也等一下也可以请我们媒体的记者朋友还有我们部长就重新带看看哈，你就会了解。然后再来就是用烤箱啊。用气炸锅、用微波炉，这些可不可以？那因为这个烤箱、气炸锅还有微波炉的话，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有办法控制它的温度稳定在110度左右的话，也就是说可以模拟我们电锅内锅的温度的话，那我们当然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但是问题是这些的温度基本上你要真的实测看看，因为我们害怕你没办法控制的这么稳定啊。那尤其是微波炉。那如果我们在没有水分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你的口罩很可能会有被燃烧的可能性哈，那这个就要小心注意。那用负离子的吹风机啊，或者其他吹风机，可不可以做？那像这些部分的话，因为目前我们没有做过实验的检测，所以的话暂时是不建议。那还有一个就是用消毒用的这种有杀菌灯的小型烘碗机，可以吗？那这种烘碗机的话，基本上，如果说它的紫外灯的波长呢是在220到280纳米的话，那我们会建议你在照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杀菌效果是很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口罩里面有3层，那有6面，那我们紫外灯在照的时候呢，因为它只能对上下2面照，所以中间层的部分的话，我们不确定它的杀菌效果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所以这个部分在使用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小心。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做实验确认看看。那可不可以用煮的？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还没有做实验确认的哈，所以请大家小心使用。那暂时拿下来的口罩应该怎么样收纳？那我们建议大家应该把口罩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把它戴在身上的话，建议你不要用那种 zip， 就是说用那种完全密封的塑胶袋把它封起来，这样的话你的细菌很容易在你的口罩里面继续繁殖，所以我们建议你还是你可以用一个比方说塑胶夹或是一个纸袋啊，差不多稍微把它跟你的口袋里面的这个织物啊把它隔开，免得你下次又重复手去碰到。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做法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好，谢谢。新的一道料理哈，对。
不会很烫的。不会了哈，对不会很，烫还好，对对，不过有热度的，是有热度的，是，哎，那部长看看，哎，我这个本来是部长的吗？对啊是，好，是，那部长要发表一下感言。感觉蛮舒服的，真的，哦，这不是我跟你讲，我一听就闻一下哈，这个，而且还温的。温温的，味道也很好，这味道也很好，觉得呢？那觉得蛮快速就可以拿到一个新口罩的感觉，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味道，然后也蛮舒适的这样。这个不错啊，每天早上就弄一下哈，那出门的时候觉得脸这样子，修啊美吧，好。